elder abuse 其實咧中文譯咧就係、虐待長者，我覺得呢個咧就係講得好似太嚴重啦。我哋亦都唔係喺一啲真係好話個長者俾人鞭打啊嘅情況，好嚴重嘅情況咧，我哋先叫做即係呢個 elder abuse。我本人咧，我自己本身咧，我就會用長者欺凌去形容呢個 elder abuse 嘅，因為咧 elder abuse 咧佢係有唔同嘅程度同埋唔同嘅範疇啦，可以咁樣講。佢係可以係身體上啦，佢嘅欺凌啦，身體上嘅欺凌，可以係心理上嘅欺凌。身體上嘅欺凌啊，譬如即係有瘀傷啊，即係嗰啲。心理上咧，可能成日鬧你，日日喺度講你。你冇用㗎，你成日都係淨係俾麻煩我啊嗰啲咁樣，又或者係財政上嘅，時不時咧就係問佢攞錢。咁喺呢啲嘅情況底下咧，你唔好以為係偷個長者啲錢先至係長者欺凌啊，而係咧係。我係要用你啲錢，我而家要等錢使，我要攞你啲錢。但係長者咧就唔敢唔俾錢佢，因為佢驚咧，如果我唔俾錢佢咧，佢就唔再嚟睇我啦。我連最後睇我嘅屋企人都冇咗，即係喺咁嘅脅迫之下咧，佢係由得佢攞自己啲錢，呢一個都係欺凌。咁另外當然咧就係劈個長者唔理佢啊，即係由得佢喺自己間房啊，唔同佢換衫啊，唔同佢清理即係佢嗰啲污糟物啊，即係嗰啲咁樣。咁呢啲都係長者欺凌嚟嘅。咁長者欺凌如果係去到一啲好嚴重嘅地方咧，長者調解其實咧就幫唔到嘅，因為咧佢哋係需要更加多方面嘅社會去支援，去幫助佢。譬如係俾啲安全屋佢啦，譬如話係喺法律上係俾佢即係欺凌佢嗰啲人嘅一啲制裁啊，即係等等咁樣。咁但係長者調解又可以做到啲乜嘢呢？就係、如果係喺一啲好輕微嘅或者係長者欺凌嘅初有跡象嘅時候呢，我哋可以長者調解可以幫助呢。第一，個長者明白呢一啲已經係欺凌嘅問題嚟嘅，因為好多時長者佢都唔覺得呢啲係欺凌㗎，俾多少少錢佢啫嘛，咁佢就可以多啲嚟探我啦，咪由得佢咯咁。咁但係我哋喺長者調解裏邊呢，就可以令到長者理解到呢啲都係欺凌嘅一部分。如果繼續落去呢，個情況可能係越變越烈嘅，又或者呢一啲欺凌嘅行為呢，其他屋企人唔知嘅。咁喺長者調解裏邊呢，可以令到其他屋企人都知道有呢啲事嘅發生，就令到咧其他屋企人呢都幫手去作一個輔助式嘅去監察式嘅角色呢，就係令到咧呢一啲初細微嘅長者欺凌嘅行為呢可以停止落去嚇。咁當然長者調解如果發生係好嚴重嘅長者欺凌嘅事故呢，我哋係會經過同個長者商討過，明白個長者嘅意願之後呢，就係希望佢係可以得到其他社會上嘅支援啦，即係法律上嘅支援啊，社會工作者嘅支援啊，或者係心理醫生啊，或者係真係醫務人員嗰方面嘅支援咁樣。